艺术水阁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研究囡仔歌。咱知影讲，无论世界倒一国，囡仔歌就是要教幼囡仔了解世间万项的事物，了解世间的真理。唔少有迄个华语的囡仔歌咧教囡仔对拜讲甲礼拜。讲礼拜高山啊穿新衣，礼拜二高山啊八肚饿，礼拜三高山啊去爬山有无？台湾的原来有人新片哦，新片对拜讲甲礼拜，拢有高山啊，逐工爱无用的工课，尤其是内底吼，教艺术就是讲，台语有迄个入声，就爱讲好明。来，你对我研究一下。头一讲讲礼拜一高山啊熬做事，有影啦，乖囝呀，爸爸甲你讲。爸爸妈妈上班礼拜拢上届无闲，所以礼拜咱家己记好条，讲高山啊熬做事。礼拜大家咧无闲嘛，啊礼拜二你就爱乖乖呢吼，去学校吼，老师咧教，倒一字袂晓写，一笔一画就爱写好明，就爱对好对。礼拜二高山啊学写字啦。过来礼拜三，我相信讲恁学校原来会教，教啥？教即马工业社会无了解，较早农业时代的代志，毋则会教讲，迄当阵恁爸爸对恁阿公野便当担的代志。所以礼拜三吼，高山啊，体会农业社会生活，高山啊野便当啦。过来讲礼拜四哦，拜二咧教写字，即马老师教甲拜四啊，就爱甲你讲吼，即字安怎写？共即个字啊，你就爱写出来呢。礼拜四就高山啊去考试。对拜讲甲拜四，这内底原来一字是入声，就是礼拜一这字一，这台语的入声字，唔通拖伤长。礼拜二安尼就唔对啊。礼拜一高山啊熬做事，入声爱发好明，这台语的特色。礼拜一高山啊熬做事，礼拜二高山啊学写字，礼拜三高山啊举便当，礼拜四高山啊去考试。过来讲礼拜五高山啊过车路，对。老师伫学校一定有人有咧教，讲吼，即马青阳灯卡你着爱正边探一个，倒边探一个，探讲无车来，咱才通好过；青灯才通行，红灯着爱动。安尼叫做礼拜五高山啊过车路，过来礼拜六高山啊休困时啊吼，爸爸妈妈就会报一个囡仔歌互咱听啦。毋则讲礼拜六高山啊听音乐，啊，即日六原来台语的入声字，原来袂使拖长的，无人咧讲礼拜六拉落去拖久就走音啊，就是礼拜六短短啊就爱收煞。啊，高山啊听音乐，倒句即日六原来共款是短，礼拜六高山啊听音乐，过来礼拜四啊到啊吼，爸爸妈妈就带咱出去看闹热，带咱出去看烟火，安尼或者礼拜九高山啊去放炮。啊，讲到即个礼拜，咱也想到台湾话吼是无咧讲拜日咯，咱讲礼拜四啊，礼拜就是休困日。礼拜五高山啊过车路，礼拜六高山啊听音乐，礼拜九高山啊去放炮。安尼规礼拜笑到头，咱拄好原来学晓。第一，对礼拜到礼拜日详详细细安怎样去形容；第二，台湾话艺术佮趣味的所在啦。